今次嚟伊豆自駕嘅旅程已經接近尾聲啦，我預留咗一整日嘅時間喺羽田機場周邊行街買嘢食嘢，仲會同大家講下一啲機場有用嘅設施，買冇得退稅但係仲平過退稅嘅藥妝店，開箱機場酒店同回程嘅 ANA 商務客位。日本羽田機場第三航廈本身就係一個好精彩嘅景點，喺5樓觀景台呢一層嘅 Tokyo Port Town 就有唐吉訶德同埋 Toy Park， 而4樓江戶小路呢一條充滿日式情調嘅美食購物區就匯集咗多家知名排隊人龍食店同埋買嘢嘅鋪頭，淨係喺呢度都可以行你2-3個鐘。喺呢度排人龍食店嘅好處就係排隊嘅時間肯定比市區短，而且鋪頭又集中喎，咁你就唔使周圍搭車去揾啦。嫌拎住行李麻煩咩？除咗入住機場酒店之外，你仲可以去寄存行李。喺2樓入境大堂京急電鐵入閘口隔離有一間 ECBO 嘅行李速遞服務，佢可以當日配送行李到你入住嘅酒店，又或者幫你行李寄存，咁你行完街之後就可以返嚟自己拎啦。行到攰咩？唔怕，機場仲有呢個按摩服務。如果你係持有當日嘅登機證，仲有 Priority Pass 嘅話，仲可以免費享用30分鐘嘅按摩添。今次我哋去川崎買嘢，羽田機場第3航廈搭京急電鐵到京急川崎站，最快15分鐘就到㗎啦。出車站後附近有一間好大嘅川崎廣場，但係今次我哋就唔行啦，我行街邊小店。嚟到川崎銀柳街，要同大家介紹嘅係一間就算唔使退稅，但係都會比退咗稅嘅唐德柯吉更加平嘅藥妝店。呢間就係 OS 藥妝店。你唔好睇佢門面有啲亂，而且鋪頭細細，仲塞滿晒貨品，但係價錢真心平啊！用呢個面膜為例，當期退咗稅都要700 yen， 呢間 OS 藥妝店就算連埋稅都只係657 yen， 但係人真係實在太多，我都唔好意思影咁多產品同價錢比較，所以就淨係用個面膜比較下就算啦。而呢條銀柳街佢本身都非常之咁好行喎，除咗有好多餐廳食肆之外，佢仲有一間賣食品嘅川字屋。嚟呢度你會發覺啲錢好好使，1000零 yen 可以買到呢一條大大條嘅中吞拿，1000零 yen 又可以買到呢個佐賀牛，2000 yen 又可以買到呢個北海道毛蟹。咁其他要買嘅嘢就等你哋自己嚟川崎自己發掘啦。咁行到攰我就返酒店先休息。今次住嘅係全日本最大嘅機場酒店維拉芳泉羽田機場大酒店，佢總共有1700幾間房。今次我哋訂嘅係大床房，入到去設備齊全，而且觀景都唔錯。做得比較細心嘅就係佢配備咗 Sony 嘅 speaker 同埋唔同插頭嘅叉電器。另外仲有一個叫泉天空之湯嘅溫泉，同酒店直接相連，住客使用係會有優惠。我哋第2朝搭 ANA 嘅飛機返香港 check in 之後就嚟到 ANA 嘅主場貴賓室。貴賓室嘅面積非常之咁大，入咗去之後你仲可以有地方擺行李。呢個貴賓室空間感十足，最鍾意佢夠晒光猛，而且用嘅木材都好多。原來佢係由日本建築大師威賢吾監修。服務方面你仲可以用 ANA Apps 預約沖涼。另外仲有2排好似圖書館自修室咁嘅辦公室位置，俾有需要嘅人士使用。仲有比較少見嘅係仲有個 Kid Room。座位方面，佢有吧台、餐台、梳化，任你揀。食物同飲品方面，你就一啲都唔使擔心啦，一定係任飲任食。比較特別嘅地方係有2樣嘢。第一樣嘢，現煮烏冬或者蕎麥麵，佢每樣食物都會標明埋卡路里添。第2樣就係呢個咖喱飯，你可以自選大中細飯量。
今次返嚟 ANA 已經採用呢個人面識別登機，流程非常之咁迅速。呢班 NH859 由羽田機場返香港，係採用咗波音787-8嘅機型。喂，有驚喜喎！座椅嘅設計方面，佢竟然可以完全躺平。佢有提供枕頭、毛氈、拖鞋同耳筒。嗱，你睇住呢個設計，其實就睇得出日本人有幾咁細心啦。呢個位我嚟擺咩？我嚟擺耳筒啊！呢個 remote 嘅設計就真係有啲 out 啦，但係都一樣有插座啦、USB 啦同埋呢個台燈。咁餐台方面開出嚟，佢嗰個 size 都幾夠大嘅。好，咁睇下有啲咩食先。有日式同埋有西式揀，咁我揀日式。咁起飛之後，空姐就上咗飲品同埋小食。啲小食都係日式嗰啲脆脆啦，冇乜特別，都係一啲嘅米餅。之後上咗我所揀嘅日式套餐，配搭我所揀嘅日式綠茶。咁呢個呢，就係香蒸雞肉茄子配芝麻醋忌廉醬。咁呢個小菜呢，就有魷魚小袖壽司，有魚蓉蒸糕、蒲魚星鰻、梅乾醬薯仔芝士，同埋上面嗰兜芝麻醬拌洋西菜。主菜方面有熱辣辣嘅白飯，3月份係日本馬頭魚、味噌幽庵、燒配、炒根菜。唔知點解個名咁騎呢，不過味道認真一般。最後配埋呢個麵豉湯，咁就完成啦。佢仲加送咗一個甜品，呢個甜品係粟米朱古力，都幾好食嘅。咁大爺就揀西式，咁我就唔逐樣介紹啦，俾個樣俾大家睇下，就係咁樣。餐後上埋綠茶同埋糖果，咁整體嘅飛機餐就完成啦。我自己本身覺得其實 ANA 嘅餐食都唔算難食，比起中東嘅航空公司佢已經幾好噶啦。咁但係呢，硬件方面呢，我覺得佢就仲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咁今次日本伊豆自駕嘅分享就到此為止，下一次我會分享去紐西蘭自駕。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啊！真遊嘆世界，我哋下集見。